多謝你呢個問題。要應對挑戰，我哋先要了解我哋而家嘅實際狀況。香港喺經濟自由度係全球排行第一，香港喺金融中心排行係第三。我哋2025年上市嘅即係 IPO 嘅數字係大過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不論喺量同埋數都係排第一。香港比起附近嘅一啲挑戰嘅地區，包括新加坡，我哋嘅股票市場係佢嘅9倍。我哋背靠祖國，聯通國際，我哋有簡單嘅稅制，我哋嘅資金係自由流動，我哋嘅貨幣係自由兌換。而近我哋嘅祖國大灣區同埋香港，尤其是將會發展嘅北部都會區，係會聚焦發展高新科技，包括生命科技產業。呢一啲生命科技產業同埋高新科技，對於全世界嘅投資者嚟講，有相當之巨大嘅吸引。我哋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一個跳台，吸引海外嘅投資者，包括人同公司遷冊嚟香港。我哋2025年剛剛通過咗修訂條例，就係容許呢啲公司遷冊嚟香港。佢哋嘅錢可以經過香港係投入呢啲初創嘅公司。公司方面，除咗我哋自己做之外呢，據我理解係暫時係有10間國際級別嘅藥物同埋醫療儀器公司呢，係同醫管局簽咗約，係將會喺香港進行科研。而我哋亦都有粵港澳大灣區科研嘅臨床科研中心同埋真實數據應用中心，呢啲都係可以幫助我哋真真正正將我哋嘅科研落地，亦都可以將資金引進來帶出去。所以我哋係有背靠祖國、聯通國際、一國兩制下嘅絕對優勢。我哋只要係繼續朝住呢個方向努力，我相信我哋係可以吸引到國際嘅資金、創科企業同埋人才嚟香港嘅。多謝。